应该受极大的恶乐。各位兄弟平安，平安，真欢喜来到主的圣殿，伫遮要来学乐伊，感谢主的保守，互咱经过一礼拜久，拢伫个平安。咱所信的上帝，伊是咱的盾牌，是咱的眼光，阁是互咱抬头，互咱头抬悬的主。当咱到主面前的时，咱真欢喜，用咱所有上好奉献伫主的面前。咱只是来唱《耶和华，你是我的上帝》。耶和华，你是我的上帝，我要时常学乐你的名。你是我的盾牌，是我的眼光，我是乎我头也悬的主。你的威威光给我，伫你眼前我无惊灾害。你是我的上帝，是我的依靠，你同在，予我完全得胜。耶和华，你是我的上帝。耶和华，你是我的上帝，我要时常学乐你的名。你是我的盾牌，是我的眼光，更是乎我头也悬的主。虽然对着威雷攻击我，伫你眼前我无惊灾害。你是我的上帝，是我的依靠，你同在，予我完全得胜。耶和华，你是我的上帝。耶和华，你是我的上帝，我要时常学乐你的名。你是我的盾牌，是我的眼光，更是乎我头也悬的主。虽然对着威雷攻击我，伫你眼前我无惊灾害。你是我的上帝，是我的依靠，你同在，予我完全得胜。你同在，予我完全得胜。你同在，予我完全得胜。你同在，你同在，予我完全得胜。感谢主，主的同在，互咱无论拄着什么代志，咱靠主来得胜，搁较好存。咱这时请起立来唱，活出疼。有一份疼对天来，比山高，比海深，测不透，摸不着，但看得见，因为有你，因为有我。甘心给，用心爱，把心中这一份爱活出来。咱真正用咱的心灵甲圣洁到主面前时，唱出这活出疼，这个疼的歌词的意义，望咱会当唱入伫咱的心内，会当互圣灵伫咱中间做工，互咱日常生活中间活出耶稣的疼。耶稣疼，今日就要充满伫咱中间来做奇妙的工作。咱只是来唱有一份爱。人爱从天而来，比山高，比海深，走透摸不着，却看得见。因为有你，因为有我，甘心给，用心爱，把心中这一份爱活出来。耶稣的爱激励我，敞开我的生命，让自己成
向世界活出爱，有一份爱，有一份爱从天而来，比山高，比海深，这不多摸不着，却看得见。因为有你，因为有我，甘心给用心爱，把心中这一份爱活出来。耶稣的爱激励我，敞开我的生命，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火，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耶稣的爱激励我，耶稣的爱激励我，敞开我的生命，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火，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耶稣的爱，耶稣的爱激励我，敞开我的生命，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火，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我们一起，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亲爱的天父，我感谢你，感谢你会听伫阮的中间，感谢你赏赐阮丰富每一日，有主你的平安较喜乐。主，阮深深上帝，你的听无离开阮。你所为阮有备的，是阮想袂到的。主啊，恳上帝，你当阮只要享受主你的听的时，互你的听到一遍来激励阮，互阮愿意将你所领受你遐来听来分出去，互阮伫主你的听内面彼此相听，互众人知影阮是你的学生，互众人知影阮是跟对主你的。主你的听要分到互阮所接触的人的中间，伫社区的中间，互你的教会成做一个听的教会，成做一个兴旺的教会，成做荣耀主你的名的教会。你祝福伫阮的中间，你真正要祝福在座的每一个，搁来激励阮，互我每一日伫生活中间会当活出听来荣耀主你，会当做真做济人的祝福。主啊，感谢你，你祝福今日聚会。对头到尾，你只要来掌权，愿阮今日来敬拜，会当真做芳的罪，互主你人欢喜甲甘乐。我的祈祷，感谢，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这是信仰的告别。咱用新的改变来告别咱的信仰，新的改变。我用新的改变，互恁，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恁，恁也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众人要为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这是咱用主，甲是咱的主祷文祈祷安尼讲。愿你天灵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得成，伫地灵亲像伫天灵。阮的日式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袂抵带阮入去，就叫阮脱离你的歹，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请坐。咱同心做来感谢咱的爸上帝。
至尊至圣至权万军的耶和华，天父阮的上帝，阮感谢你。天父阮的上帝，阮感谢你，极丰盛稳定你的祝福。伫过去一礼拜久，你引带看顾、保守、带领伫阮每一兄弟姊妹。特别伫你所分别最圣的主日，阮搁一遍来到着爸上帝你心不得情，要来敬拜你，要来服侍你。耶和华，阮邀请你，毋若设立你荣光的宝座伫阮中间。阮搁一遍仰望恳求的是爸啊，将你的独生囝，就是阮的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搁一遍赏赐伫阮中间，来帮助阮。阮过去一礼拜久，若是伫有意无意中间有得罪你、得罪人的，阮仰望恳求的是赦免阮的辜负，互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搁一遍清起伫阮的心，洁净阮的灵，互阮毋若是用心灵甲诚实来敬拜主你，互阮会当赦免辜负阮的人。因为阮知当阮面对伫即个世代，阮仰望恳求的是无伫错案入日子。主啊，阮需要圣灵来引带带领伫阮。因为主耶稣基督将圣灵赏赐互阮的时，圣灵用常常讲袂出的吐气，为着阮代求的时，主啊，就恳求你，互圣灵自由运行伫阮中间。至圣的灵，阮请你来帮助阮，互阮今日敬拜，毋若食来芳的祭，帮助阮每一兄弟姊妹。无论伫线顶、伫现场，互阮每一兄弟姊妹，互阮的敬拜，互阮会当承受主你极大的恩典甲祝福，也因为安尼，互阮伫真理、活命甲道路顶悬，会当甲定根。因为阮深信耶和华是阮的主，是阮的大牧者。你知当阮面对伫即个世界的挑战，无论即个世代有战争、有人灾、有人祸、有天灾、有人祸，阮拢仰望爸阮的上帝。主天父，阮的上帝，你是阮的主，你是阮的倚靠，你是阮的帮站。阮仰望，阮恳求天父，阮的上帝，你亲自来看顾。毋若看见伫美国，甚至伫伊朗的所在的战争，伫台湾，阮的故乡的和平，阮也阁仰望爸，阮的上帝，当即个世代所爸上帝，你加添恩典，你的怜悯的是耶和华，互你的真道，互你的信，加添恩典伫阮中间来帮助阮。真正互你的教会伫即个世代。来徛起伫即个社区，互阮会当成做金灯台，来高举来荣耀主你的圣尊名。主耶和华，阮以下敬拜，阮以下侍奉主你。总是你也知，伫阮的中间有兄弟姊妹拄着艰苦病痛，伫阮的中间有兄弟姊妹继续咧追踪，继续咧治疗。伫后个月有人要接受手术开刀，阮也仰望爸，阮的上帝。耶和华，你敢毋是对阮讲，耶和华是阮的牧者，阮无欠过。虽然阮经过死命山谷，我毋惊灾，因为阮深信耶和华，你的确用你的腿、你的管亲自安慰扶持甲看顾。虽然阮伫忧伤艰难，阮伫痛痛中间，或是阮的肉体、阮的家庭、阮的婚姻，或是阮的世界拄着挑战，伫信仰、伫行为顶，阮所背上伫你的恩典、慈悲，甲阮一世人的事，阮来到伫背上伫你心不得情，阮仰望爸，阮的上帝，阮往你后求讲，主啊，你救阮，主啊，你医治阮。主啊，你保守阮，互阮每一兄弟姊妹伫阮的生活，伫阮的行搭，若毋有爸上伫你荣耀的同在，阮搁较恳求的是，互阮会当荣光伫主你。当特别阮的上帝，阮毋若仰望爸，阮的上帝，阮看见伫阮的中间有一个兄弟姊妹，伫春季的时阵，有人转去到伫台湾，有人出外，阮恳求天父，阮的上帝，你加添恩典，你来看顾。无论转去到伫台湾，还是出外的旅游。也是伫阮中间，每一兄弟姊妹拢有得到爸上伫你的帮助的是耶和华，愿阮所徛起的所在，阮所脚所踏到的所在，拢会当成做高举荣耀你。互阮献阮本心，若做偌济，互你来使用。阮搁恳求的是耶和华，互阮成做一个，互人得到祝福的器具，来高举来荣耀伫主你。主当阮搁一遍将今日的敬拜。当阮将每一兄弟姊妹，无论阮伫现场、伫线顶的兄弟姊妹，仰望爸，阮的上帝，阮搁恳求的是帮助阮今日互讲较听的，通平平得到主你的祝福。阮搁仰望恳求的是更新伫阮的心，阮甲你结连，也因为你所互阮的信，你所互阮的约，互阮诚侪芳的祭献伫你面前来高举荣耀伫主你，祝福阮，看顾阮每一兄弟姊妹，祈祷恳求感恩谢谢。拢上阮主耶稣基督名，阿免。请用恭敬的心，参加读上帝话。
今仔信息的经文记载旧约尼希米记第10章28节到30节。旧约尼希米记第10章28节到30节。其他的百姓、祭司、利未人、过门的、唱歌的、年提人，以及一切甲列邦的百姓，过开来归服上帝的律法的，甲因的某、因的囝、因的查某囝，见的财物的明白的，拢结连因的兄弟、因的贵族，就做就抓，要遵趁上帝律法。就是上帝的罗卜摩西所传授的，这首尊叹耶和华咱的主一切改变法度律例，也无要将阮的查某囝配合伫所在的百姓，也无要为阮的囝带因的查某囝。完全的祝福伊家己的话。下面咱请诗班献诗。可能有小 echo 的款。因为迄个姊妹大家平安，耳孔伤好有哪无好吼？恁敢有听到 echo？有啦吼，安尼恁耳孔甲我平好。上帝足公平，因为我目睭无好，耳孔就较好。安尼就较好势。当咱有机会继续来看到伫尼希米记，当耶和华上帝接着尼希米要搁一遍来帮助咱，来看见耶和华上帝怎样，互咱对第5章、第6章，当尼希米带以色列人等于到伫耶路撒冷，起好耶和华上帝互因的城墙，这个圣城了后，对第7章开始安那
伊咧讲到底，以色列人必须爱诚做一个敬畏上帝的人。第8章互因啊，伫水门的头前，伫遐悔改，伫遐认罪。第9章因若是搁较诚实到伫面前，上帝面前到伫第10章，伊咧讲啥物话？就是毋若是因家己的囝儿孙要怎样伫上帝面头前立约。特别伫圣经中间一个真特别、真趣味的代志，咱咧讲到约，是咧讲到啥物？特别伫这段圣经节，伊讲其他的百姓，即个祭司、利未人、过门的、唱歌的、尼提利人，即个人全部毋若是因的负责人、因的囝儿，拢来到伫上帝面头前，既然会当明白上帝话，因拢要哪？要做上帝会的代志。就是耶和华上帝和摩西，和因的这律例典章律法，因拢要来守。特别伫圣经中间咧讲到约，咱咧想到讲到约的时，咱想到什么话？想到什么话？契约 contract。你甲人家有签 contract， 也是讲我唔免请你举手啦吼。你有厝租人，还是你有人租厝无？大家拢无哦，应该有啦吼，加减嘛吼。你要人租厝，还是你要人租一个所在？你敢要跟人签 contract？ 啊，迄个 contract 内底是为着你、为着我，还是讲为着你、为着伊诶彼此的利益来签的，敢毋是？就是讲，你签这个 contract 是你爱付出物件，对方嘛爱付出物件，安尼这个 contract 才是啥物？才会当完全嘛，袂。因为讲啊，拢为着对方来签迄个有啦，有迄个不对等，也是无公平。所以一般咧讲到迄个 contract， 也是咧讲到契约，拢一般是讲到人甲人中间彼此爱有一个平等，彼此爱有互利，也是讲彼此爱得到祝福，这个 contract 才会当成立，对不对？哦，这是咱一般会当了解这个 contract。总是伫圣经中间咧讲到这个约，毋是。咱若注意去看吼。当约书亚记第24章第14节一直到第17节，伊讲：现在恁着敬畏耶和华，诚心实意服侍伊，将恁伫大河迄边所服侍埃及遐性命拢爱来弃杀掉。为什么爱来弃杀掉？因为恁若掠做耶和华毋好，恁要搁等去拜遐性命，还是要拜即摆伫即个所在的性命，无要紧，恁爱做选择。第16节安怎讲？即个百姓讲，无，阮决断袂弃杀耶和华上帝去拜别个神明。第17节安怎讲？因为耶和华上帝互阮对大河边的是对埃及的所在，带来到伫即个所在，就是要互阮的人直接来敬拜服侍耶和华。所以对伫当时以色列人，因甲上帝中间有一个 commitment， 啊，像因甲上帝中间有一个约，什么约？什么约？因要敬拜服侍耶和华，敢是对不对？结果有无？结果有无？无啦，就是无了，因才会互掠去到伫外邦的所在，敢毋是？因才会互掠到伫巴比伦的所在，掠到伫亚述的所在，甚至伫遐做奴隶，后来佫有机会转来。所以无论这个圣经节，佫转来到伫利未记的时，咱经过这70几年，甚至讲经过这80几年。耶和华上帝互尼米佮带以色列人转来，其实伫伊的进前有这个祭司传转来时，这个人佮一边转到伫上帝面头前，一直咧思考一个问题：阮什么所在得罪上帝？咱什么所在离开耶和华上帝？就是无行伫上帝互咱的律例典章。总是一个真特别的是，当耶和华上帝互咱的约，伫咱甲上帝中间这个约来看嘅是，原来约。会产生其实是上帝要赏赐福气予咱。上帝甲人的约有一个无共款的所在，什么？上帝毋是讲你做啥物，我做啥物，啊，咱会当彼此来得到祝福。也是讲上帝互咱这个约，真济时阵是上帝爱做，人毋免做的。咱注意来看吼，无论伫创世纪第6章，耶和华上帝甲拿阿来誓约讲啦。你甲你的妇人人，甲你的囝儿、新妇，拢通入大船。上帝要安怎？赐福因，敢毋是？互因的性命得到保存，敢毋是？了到伫罗马第2章，
咱的主耶稣基督来到伫新约了，伊讲我要用我的血，用我的身躯的拍破来甲恁立一个什么会？新约。当恁啊安尼行的时阵啊，要来得到上帝伫耶稣基督的福气。所以无论伫旧约，无论伫新约，这两句咧讲的拢是讲着什么？耶和华上帝要互咱得到福气。咱注意来看讲，这八约还是这6个约，伫埃甸园内底，上帝爱亚当夏娃做什么代志？照上帝话行来嘛，讲唔通食迄张分别是非善恶的果子树那听，敢毋是？啊了，上帝就要祝福因，上帝要祝福因。啊了，伫亚当，甚至伫迄个摩西，甚至亚伯拉罕，那到伫大笔，甚至咱头下所看迄个新约，所有这一切拢是什么话？人只有做上帝交托咱的诫命、律法、律例，上帝就要赐福咱。总是到伫新约的时，上帝讲，既然恁做袂到，上帝互恁做一个代志，什么话？恁若相信，恁会要得到福气。所以换句话讲，伫这约中间，互咱搁倒来看的是，原来耶和华上帝借着这律例、这典章来甲咱有一个约定，有一个 covenant， 有这个约是要互咱来达成什么话？得到耶稣福。无论咱是咱行伫迄个中间，还是咱相信耶稣基督，伫这个中间就是要搁一遍来提醒伫咱，原来耶和华上帝要借着约。毋若是甲伊结连人听，这个重要是，伊要赐福咱。所以伫申命记第33章第4节，摩西将律法传互咱，要成做雅各伊的会众，雅各伊的百姓，想属伫耶和华上帝这以色列人的什么话？产业。人爱做什么代志 ？follow。人爱做什么代志 ？just doing。人爱做什么代志？互上帝的律例典章伫咱的生命来行出来，有法度行出来无？无法度，人样是行袂出来。所以到伫新约的时靠咱的主耶稣基督来，要互咱做一个上简单的代志。啥物会上简单？信，要因为信，互咱来称做义。总是信，敢有遐简单？伫咱的信仰中间，伫咱的生命中间，有时要相信咱的上帝；伫伊应允中间，有时伫咱的生命无简单。所以为什么咱的主耶稣基督要为着咱的罪过、咱的软弱安那，被钉死伫十字架顶？因为伊知咱的软弱，知咱的坎坷。所以到伫申命记第4章第8节，伊搁一遍讲：这个拢要想诉恁，只有恁啊，行伫迄个上帝律例典章中间。咱今仔日互咱有机会搁一遍来看起，无论咱的10条诫。无论这个诫命，要搁一遍来提醒你咱，原来耶和华上帝啊，要借着约，互咱来尊敬，互咱来相信，互咱来接纳的时啊，互咱来领受上帝的耶稣基督，互咱福气。这对咱真做一个基督徒是何等大的恩典。虽然咱知迄个契约，咱知迄个约定，也是迄个合同，也是迄个合约，是咱的付出，总是即摆咱其中会当付出的什么？只不过是相信上帝的耶稣基督，所要互咱的福气甲稳定啊！第二，这个约若是上帝要甲咱结连，要赏赐互咱。第二，伫这个约中间，上帝借着这要搁一边来帮助咱。原来这个约是要保护咱。约若是一个 commitment， 约若是一个束缚，约搁是一个啥？保护。上帝借着这个约要帮助咱每一兄弟姊妹。四正行伫伊的真理，行伫伊的道路，也行伫伊所要互咱的方向。等下我来当举例来看起。当耶和华上帝互咱看起有这个 contract， 这是要保护彼此中间的关系，敢毋是？对不对？上简单的啦吼，你敢会记得你的迄个 marriage vow， 你的誓约？这牧师特别我人咧人证婚的时，有迄个 preliminary counseling， 就是讲伫婚前的协谈中间有讲到足侪。翁仔某其中有5项足重要，对5项。你的钱的价值观念若无讲好势吼，结婚了就是有问题啦，对不对？婚姻中间迄个姻亲的关系，你若无讲好势，到尾就有问题啦。以后你要怎样对你的丈人丈母，要怎对你的爸母，迄个关系若无讲好势，这个就有问题。
除了字以外，除了姻亲以后，搁哪囝儿的关系有无？要生几个？因为安尼冤家袂？有遮个侪其中各有迄个性的关系，有遮个中间的关系。翁仔某若无讲迄事，伫即个某，伫即个誓约，咱看中文的，我无拍伫遮。伊讲我承认你是伫法律顶悬，伫婚姻顶悬是诚做我的先生，诚做我的太太，对不对？啊了咧，一世人我要尊重你，要听你，无论我好野，我善良，无论我健康，无论我破病。对不对？直到我死，这个约要确定。就那亲像咱细汉的时，拢有讲啦，石头会烂，海水会干，你无嫁，我无娶。啊，你捌听过啊？啊，即摆呢？我上艰苦的是听到翁仔某好好势的时候，头讲牧师，阮要离婚，是安那？阮袂合，袂合。啊，你秘书是安那结婚？当咱有机会，搁一遍来到主的上帝面头，无论这个婚姻的约，还是耶和华上帝，互咱看见，伫迄个契约中间，还是搁当啊到伫上帝所互咱约，一个足重的是哪？要束缚咱，第二是哪？要保护咱，要保护咱什么？那亲像彼得前书第2章第9节，伊讲：独独恁是被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圣洁的百姓，属上帝的百姓。伫遮的上帝要互咱做什么？圣洁的，上帝要互咱做伊的囝儿，上帝要互咱哪？那亲像祭司会当甲上帝中间有沟通啊，要互咱离开迄个黑暗，来进入迄个上帝互咱的光明。所以上帝互咱这个约是啥物？毋那是要赏赐互咱，可上帝互咱这个约是要哪？保护咱，因为咱有上帝的形象，甲上帝的款式，甲毋是。所以当咱有上帝的形象，甲上帝的款式来成做人的款式的时，咱要活出上帝的形象、上帝的荣耀、上帝的款式。所以为什么约是一个保护伫咱，就是互咱会当恢复迄个到伫上帝创造咱迄个款式。上帝要互咱成做一个人。我举一个例，这个例会当互咱更加清楚。伫这个约的保护中间，咱要成做上帝所拣选咱的，咱拢会开车伫 freeway， 敢毋是？每一个 freeway 伊的 speed limit 有共款啊，无共款？无共款。这个 speed limit 是要限制伫咱，还是要保护咱？安尼咱有清楚吼？咱会讲啊，既然是 freeway， 就是 free， 敢毋是？啊，为什么既然 freeway 佫要有 speed limit？ 安尼，咱敢是受限制，对不对？总是当咱来了解讲，为什么伫道路顶悬，还是伫海位顶悬，伫 freeway 顶悬有迄个 speed limit， 主要是要什么货？毋是要限制咱，是要哪？保护咱。咱来用这个了解来了解耶和华上帝互咱这个约的是，原来上帝这个约，毋那是要互咱相信接受来受到伊的赐福以外，佫一个真重要是呢，要来保护咱，互咱真正行伫四正上帝的真理、上帝的诫命、上帝的律例、上帝典章中间啊，来得到伊的保守。无因为离开伫咱行外出来做哪，抵到上帝的刑罚。第三，伫这个诫命中间，要佫一遍提醒以色列人，当因佫认捌因家己软弱欠缺时，因讲哪，阮既若会当认捌的，会当学习的，会当了解的，无论阮甲阮的囝儿孙，阮每一个人要遵守耶和华上帝互伊的罗卜摩西的律例典章诫命，阮要行迄个中间。第三个一个真重要是，这甲因的信仰有关系。伫啥物所在当看到？咱看第9至第30节，阮无要将阮的查某囝，将阮的囝囡仔带嫁互遮的人啊。其实毋是要比因讲比别人较高，是要互遮的以色列人当因去到伫迄个外邦的所在时，互因伫信仰顶悬来啦，会当徛咧知，因为人会受到环境、受到人来影响伫咱的信仰，会袂？敢会？会。我举一个例，我细汉的时，我记伫阮的教会时吼，足主动的、足自然的，就是查甫爱行即边，因为查甫坐伫即边，啊，妇人人呢爱行伫另外一边。恁敢有安尼？无，因为恁较少年，阮即辈拢安尼啦。
入去到教会时，就是自然就分开啊啦。较早阮伫顶头教会是真正足自然的入去，就是拢分开就这啦。咁么查甫甲查某仔是就是爱分开坐，所以拢咱即摆毋是啊？为什么？感觉就是翁仔某爱当坐做伙，啊，是毋是讲囡仔会当坐做伙敬拜是足水的代志，敢毋是？啊，为什么？因为咱受到迄个文化传统有即款的影响，甚至阮细汉的是讲啊，咧敬拜是讲古会使袂？为什么袂当？若伤吵以外，感觉讲迄是敬拜就是安尼，足安静的，足迄落。总是，这个甲咱的信仰有关系无？伫诗篇敢毋是讲恁着弹琴、弹瑟，啊，佮唱歌、跳舞，咱即摆咧敬拜是无咧跳舞啊。所以，其实耶和华上帝才会要来提醒以色列人，当咱接受这个约的是啥？互咱伫信仰顶悬会当徛咧在。我举一个约，互咱来做伙看。伊讲对伫因的贵族、因的兄弟，这个人伫遐咒抓，伫遐咒诅讲，阮要对摩西，就是上帝互伊罗卜摩西所愿的律例典章。诫命来行的是，无要将阮的世界个，互因伫信仰顶悬有啥物关系？伫新明记安怎讲？毋通甲因结亲，毋通互你的后生、你的查某囝仔带遐个人安怎？因为安尼会影响因的信仰，致使到因为军队因的生命来咧拜。所以其实毋是无要互因甲遐个人交往，是要哪？互因伫信仰顶悬会当搁徛咧在，袂受人的影响。对这个社会中间啊，致使到咱对上帝的看法、对上帝的敬拜啊，歪错去。哪像我常常咧提醒讲，为什么伫上帝的创造内底、伫爱甸园内底，互亚当夏娃大讲啥物？所有果子树的果子毋通食，只有啥物会毋通会当啊？啥物会拢会当食，只有啥物袂当食？分别善恶，你会记得我的解说袂？为什么袂使？上帝互人会当分别是非善恶，毋是足好？为什么上帝无要互人去食迄个分别是非善恶？为什么？因为当人会当分别是非善恶的时，你的价值观、你的分别是非善恶的观念，甲我有共款无？就会无共款。伫迄个无共款的中间，就有冲突，就有无共款的纷争。所以咱需要等到伫上帝面头前是，什么人做决定？什么人是迄个是非善恶的最后的 final say？ 上帝。为什么？因为人袂当做判断，需要等到伫上帝面头前。所以其实毋是上帝无爱咱做是非的判断，是安怎？当人的是非判断的是安怎？迄个观念就无共款啊！我举两个例，第一个，咱今仔日伫主日咧是咧讲着讲，第六戒是讲的什么话？毋通害死人。第七条戒是哪？毋通惊奸淫。啊，咧讲着惊奸淫的是咧讲着迄个homosexual同性恋的问题。同性恋的问题是 yes or no？ 一个真 controversial 的问题，敢毋是？圣经安怎讲？咱等下到伫圣经 ，no， 真清楚。总是伫上帝的听内底，迄个人，咱来来接纳，咱来来尊重，咱来来听。总是迄个代志安怎？是 no。伫圣经中间，敢有讲到同性恋？有无？无啦，无即个turn。即个turn是到伫第18世纪、19世纪才开始造出来，较有诶嘛。伫圣经内底是讲到查甫人的用处无去使用，妇人人的用处无照着上帝创造内底一男一女去使用者，所以这是伫即个社会内底有一寡冲突的是，上帝要搁一面转到伫咱的中间提醒这以色列人，当咱的信仰受到即个社会影响来歪出时呐，咱需要跟咱是上帝面头前，咱需要互上帝律例、互上帝典章来帮助咱。第二个，我用这个来做这个例。伫1990年6月7日，伫迄个英国有一台 BA5390的飞机，对英国的汉密顿要飞到伫西班牙，飞去了1点外钟了，因为就互伊自动派来，自动来开。结果伊开始自动了的是，迄个正副驾驶就将因的安全带拢放开去，结果放开无几分钟啦，伊头前迄个玻璃瓦破去。头前迄个挡风玻璃破去啦，破去了后，迄个司机正驾驶所讲互迄个风接去，拍伫迄个中间伊后壁迄个一个技术人员紧走去将伊的骹揽掉的，等甲因落飞机。这个是真正的故事，
总是后来有人来翻做一个版本。伊讲，其实伊个卡互染掉的时候，全飞机有81个乘客甲7个即个机组人员，因咧投票讲，卡要来放我去是无要来放我去。那咱人吼，咱即来投票，那一个人互风吹起伫顶悬。你若无紧啊放下去，迄个人会迄个你因为你一定要紧降落一个悬度嘛，若无迄个空气会愈来愈远。你要安尼，还是要来放下去？你要放下去的，请举手；无爱请举手。请放啦，无举手的请举手。这叫公平啦。咱坦白讲，咱有耍过敢毋是？伫咱的信仰内底，咱应该爱来掠掉的。总是佮为着全飞机人的安全，有时咱爱来放下去，敢毋是？这个是后来版本安尼写，讲伫咱的信仰内底，有时会因为这个来诚做咱的影响，会袂？其实咱咧回顾伫咱的信仰中间，为什么耶和华上帝，这个是后来这个司机后来来是发觉讲无死啦？伊讲这是有哪是一个 miracle， 照讲伫1万几尺。伊的温度、伊的冰度，佮伊的氧气，照讲，这10几分钟内底应该是人应该死啊。结果是严重的种迄个叫做啥物货，冻伤人个活的，迄是这个故事。总是我要用这个来做第一个例，就是啥？伫信仰顶悬有时咱会耍过，敢毋是 ？Yes or no？ 对甲毋对？总是耶和华上帝，但讲。无要将因的囝儿跟外邦人的囝儿有婚姻的关系是哪？其实是为了因的信仰。换句话讲，咱的信仰也徛咧在求上帝真正帮助咱。哪亲像保罗伫哥林多安那讲，无论食，无论啉，为着什么？咱是不是当荣耀咱的上帝？第4项，原来耶和华上帝互咱这个约，毋若是要束缚咱；耶和华上帝互咱这个约是要保护咱；耶和华上帝互咱这个约是互咱伫信仰甲上帝中间的关系较好势。搁一个真重要是哪？互咱会当敬拜咱的上帝会当搁较顺心。当以色列人因伫第5章、第6章起好这耶路撒冷了后，因倒到伫上帝面头前，因发现一个上严重的代志是啥物？因离开上帝话，因为环境，因为人的文化、人的影响，致使到互因伫信仰顶悬已经慢慢受影响歪错去啊！伫迄个信仰受歪错去顶悬，互因的敬拜时受挑战，受挑战。当伫挑战的中间，耶和华上帝才会要搁一边来帮助你，搁倒到伫上帝面头前。所以伫第31到第30，我头无互咱的书读。伊讲，无论伫安息日，还是伫这个圣日，为什么耶和华上帝互这个尼米的百姓教会组织的是讲，伫安息日、伫圣日做啥物代志？到伫上帝面头前。安息日是啥物？撒巴安息，就是互咱会当真正伫上帝面头前放弃伫遐个世俗的颠簸，遐个操烦，真正来到伫上帝面头前，会当专心来敬拜伫伊。互咱真正每一个主日，也是讲伫拜六来到伫上帝面头前，来到伫上帝面头前，会当敬拜，会当服侍伊。当咱的信仰，当咱的文化受到影响，甚至到伫咱的真理顶悬受到影响的时，咱慢慢对上帝关系会歪错去。我搁转来头伫迄个BA 5390这个飞机。当这个代志发生了后，真趣味的是，后来因爱调查，敢毋是？为什么这个玻璃破去，还是飞去？这个玻璃伊其中有用90粒迄个螺丝锁，结果发现有84粒的螺丝，减 0.026 inch。0.026 inch 是偌济？我即摆摕一个这个算5cm的吼。比5cm的角度搁较细啦，迄个螺丝减安尼若定济啊少，济啊少，少啦。总是因为减迄个，我发生代志玻璃夹袂牢飞去，安尼有影响无影响？敢有影响？有，所以。当咱的信仰若受到文化、受到传统，甚至受到人来改变伫咱甲上帝中间的关系，
伫真理顶悬，伫律例顶悬伫挑战，咱会影响咱甲上帝中间的关系袂？敢会？咱有时感觉讲啊，无所谓，无要紧，总是一遍两遍了后，这伫咱的信仰伫真理顶悬，伫上帝真道顶悬会影响袂？求上帝帮助咱每一件姊妹，特别咱为着咱的牧师祈祷。每一位牧师咧传扬上帝为上帝信息的是，每一个牧师有伊的背景、有伊文化，甚至有伊的信仰、伊的教育，对不对？讲的讲哦，照着上帝的话来行。咱敢要为着牧师祈祷？哎，咱敢要为着咱家己祈祷？哎呀，特别当咱即摆上济是哪 AI， 咱昨日逐项代志拢找 AI， 对不对 ？AI announcement 也是 AI 个讲的物件，敢完全拢正确的。我有控一个足大的question mark，可能一半甚至嘛，少哩也总是真济是安那毋对的，也是无完全无实在。啊，那安尼，咱真正咧分辨的中间，真正求上帝帮助咱，敢毋是？咱搁倒来伫即个敢是，这是伊的article吹出来，我互咱来看。90粒内底有84粒是毋对的螺丝。迄阵伊讲一工外前，遮的迄个较检查过，啊，就是因为换螺丝，啊，遐人讲啊，无要紧啊，咱差0.026英尺啊，无要紧啊，0.026英尺就差不多减少一个尔定啦。啊，结果就是发生代志啊。咱搁倒来遮，为什么保罗到伫罗马书的时对兄弟姊妹讲，我用上帝的慈悲劝恁将身躯献上做活祭，爱做什么？圣洁的。为什么要圣洁？你无互遐有的拉撒的进入伫咱的生命内底，而且是上帝所欢喜的。那安尼，咱的服侍是哪理所当然的。佮一个真重要是讲，毋通效法这个世界，毋通受到这个社会、这个文化影响，对使到咱伫信仰顶悬、伫真理顶悬啊，受歪错。所以，无论尼希米记，无论到伫信仰，甚至伫咱的主耶稣基督讲，伊是真理、活命甲道路，要搁一遍来提醒咱每一兄弟姊妹，互咱真正行伫上帝的四正中间，要帮助咱伫约顶悬受束缚，咱伫约顶悬受保护，咱伫约顶悬安那会当互咱的信仰搁较徛在，咱伫约顶悬会当互咱甲上帝中间的关系安那搁得到帮助。最后第二个，约原来是要互咱来享受，为什么？因为讲伫迄个圣日中间，互咱每一兄弟姊妹呐，会当enjoy伫上帝所享受咱的。我用这个来做这段的结束。为什么咱会当伫上帝所说的安息日的圣日伫遐来敬拜 enjoy？ 其实伫咱这个社会，特别伫因为最近哦，因为科技，因为毋是科技，因为迄个战争的关系，也是通货膨胀的关系，你会发现买物件愈来愈贵呗。啊，买到毋知拢要食啥物货，拢家己咧种啊。伊讲即摆社会就是 M 型的社会啦。啥物叫 M 型的社会？就是真侪人吼，伊上班的时间愈来愈侪，总是会收入的愈来愈少。啊，其实会愈来愈少，是因为通货膨胀的关系啦。即摆通货膨胀是差不多偌济 percent？ 啊？毋知毋敢去算啊？毋是个位数的，对不对？你讲可能50、60安尼，咱较早食一碗面偌济？我1箍，迄是细汉的事啦。即摆搁咧1箍，后迄个1箍。无啦，迄是阮细汉的事，阮食一碗面较5角。你毋捌食过啊？所以你那个少年，你毋捌安尼？阮细汉的时食一碗面，像那阳春面，是那5角啊，5角啦。啊，迄个柑仔店迄个抽口啊，拢是1角。啊，尾迄个我上爱食的是哪？迄个旺来心。哦，你毋捌食过啊？啊，你买好的时，就买一个旺来心，一支1角，啊，无有时较好的是迄个1角买，咱买2支，啊，就计安尼一直食。所以你真正是伤少年。即摆会通货膨胀到即摆一碗面偌济？15箍、18箍，敢毋是？所以。咱因为通货膨胀的关系，所以有的人上班的时间愈来愈侪，啊，总是伊的收入愈来愈少，啊，总是有的人呢，伊的薪水是愈来愈悬，啊，那上班的时间愈来愈少，变做是两个极端啦。总是无论你是对一边的，你会enjoy你所有的无？
你会享受你所有的无？敢会？当咱若伫上帝信仰上帝互咱的祝福内底，咱知凡事拢是上帝为着咱备办的，咱会欢喜来领受的是，伫这段圣经内面，大咱讲什么？伫日日咱着无付出，是可能咱的流汗，总是到伫上帝互咱的圣日，上帝互咱安息日，咱会当伫遐享受上帝互咱什么话？安静。上帝互咱的祝福，咱会当伫遐会当 enjoy。互咱会当伫上帝的祝福内底。咱有一天会当啦，将迄个重担、将迄个艰难、将迄个困苦，咱放落伫上帝面头前。所以，约一个真重要的是，互咱唔来当受到束缚、受到保护，互咱的信仰伫真理顶悬会当好好来敬拜。搁一个真重要是啥？咱当来享受。最后一个约其实是啥？互咱会当分享。上简单两个咧，兄弟姊妹，咱的信仰是要互咱会当成做一个分享的基督徒，听有吼？啥叫分享？会当分享啦，就是咱对咱的主耶稣基督所领受的，咱会当分互人。所以伫这段圣经怎哪讲？伊讲伫圣日伫安息，阮要好好来做上帝互咱代志了呢。若有人亏欠伫阮的，若有人欠阮的呐，会当但为，甚至无要但加税啦。迄什么意思？就是这以色列人因会想起讲。原来阮伫埃及的所在，捌做过努力，捌受到艰苦，捌受到人压制，所以阮即摆有机会来领受上帝祝福的是阮安那，诚做别人的祝福，诚做别人的帮衬。上简单的兄弟姊妹，你敢会为着你的厝边，为着你的亲人，为着遐无认捌的人，因的艰苦，因的病痛，来为着因祈祷，敢会？会啊，为什么会？听。为什么？咱伫注意伫迄个牧道中间，咱毋若是为着咱教会祈祷以外，咱会为着这个社会、为着世界、为着这和平祈祷。为什么？因为上帝听。所以一个真重要是，当咱来到伫上帝面头前，看见伫这约会决定的中间，原来上帝毋若是讲我要束缚你，我要互你伫真理顶悬徛咧在，我要互你伫敬拜顶悬甲上帝搁结连，我要因为安尼，互恁伫咱行伫上帝的恩典中间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搁要另外啥呐？互恁有咱当诚做别人的祝福。当兄弟姊妹，当咱今仔日有机会搁伫上帝面头前敬拜耶和华咱的上帝时，这是上帝甲咱的一个约定。这款的约定嘛，是要互咱领受上帝祝福，要互咱啊，诚做别人的祝福。虽然有时会有挑战，虽然有时会艰难，虽然伫咱的四周围有时会拄着困苦的代志。总是上帝爱咱搁一边倒到伫伊的真理顶悬啊呐，互咱领受着伊的祝福，互咱得到伊的保守，互咱来帮诚做别人的祝福。咱做来祈祷。天父，阮的上帝，阮感谢你，因为你听阮。阮知这个约无简单，总是阮感谢的是你有主耶稣基督为着阮死，为着阮摆上，互阮甲主你结连。阮搁一边仰望恳求的是耶和华。阮无到遐所在，就互圣灵继续来成全阮的瓦靠。圣灵若常常用讲袂出的土气为着阮代求，阮搁仰望恳求的是耶和华，互阮行伫你的真理完美个道路。阮安尼祈祷恳求，感恩谢谢，拢是阮主耶稣基督名。阿门。咱做伙起立来吟回应的诗歌，新圣诗313首，新圣诗313首，主的恩赐。我就是连在下个真艰苦，伫到落这失望失命看无路，你所得的恩赐逐项收来记，阮当满心感谢上帝大慈悲，主的恩典你着算着消。主的恩赐你减善为了，主的恩赐逐项算来记，阮当满心感谢上帝大慈悲。第二节，主是我愈烦恼的到心烦乱，
叫伊上帝听谈背时计无过，你所伫的文书搁再想来记，要伊就话无客的热爱吟诗。主的稳定你着生着笑，主的文书你点生为了，主的文书逐项想来记，阮当满心感谢上帝大慈悲。第三节，想别人有福气，记着大家伙。无伫土地山乡天里有出体，你所伫的文书之源无见地，你的宝贝尊贵兼无藏伫天。主的文书你着生着笑，主的文书你兼生为了，主的文书。逐项算来记，阮当满心感谢上帝大慈悲。最后一节，所以经过7年，无论大小事，无伫累积希望，上帝应做主。你所伫的文书照顾想来讲，主的安慰帮赞因抓到天堂。主的稳定你着生着笑，主的文书你兼生为了，主的文书逐项算来记，阮当满心感谢上帝大慈悲。真济。这是咱用奉献来敬拜。请各位起立，咱做奉献的祈祷。听了爸爸上帝，阮搁一间献上阮的学乐甲感谢，特别今日个照着你的仆人将你甲阮所立的约，搁一间贴明去阮的中间，互阮会当更较清楚你的约毋是只有怜悯，只有公义，只有圣洁。更较重要，你的约是伫保护阮，互阮会当享受是一个稳定的约。然后，佮阮继续伫阮奔走天路中间继续请做阮的帮衬。阮即时将你互阮的十一甲奉献，恭敬主你面前做圣工路用。安尼感谢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名。阿们。请坐。即时咱来欢迎甲报告。到这边敢有久久无来新来朋友无吼？正这边俺有看到迄个英中兄甲好比这迄个孙啊哈Michelle welcome 请坐 OK。好，这是我简单来报告。
本周读经的进度慢版是马太福音第6章到12章，快版是罗马书15章到16，列王记上第1章到22章。新的季節聖靈主義2這個是牧師主領的分享請各位兄姐會當盡量會當來參加第4點就是咱兒童事工是5月初3下午1點要以咱的辦公室召開請所有關心這個事工的兄姐唔是只有同工呢兄姐恁若關心會當歡迎會當來參加就是今仔日午餐品草香廖長老的奉獻，願主祝福伊的聽心。牧師你敢有咩其他補充？無，阮只是上映各位起立並接受牧師為上帝遐來的祝福。咱做领受咱的上帝所予咱的祝福。耶和华爸，阮的上帝，你的奴仆奉主耶稣基督名，为着你的百姓来祝福讲，愿主耶稣基督恩典，特别上帝的听筒，圣神的感动甲相通，常常甲我们每一兄弟姊妹三个伫地，互阮行伫真理活命的道路，领受主你的祝福，互阮伫信仰伫敬拜搁较徛在。互阮因为安尼来成做荣光主你、见证主你，直到阮见主耶稣基督你的面。阿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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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坐密祷，也请咱老爸作为交易。